今天呢是3月10日才显化10天而已。这是西啊，欣赏青莲水这是墨草、万年青、空心菜、茄冬啊，水桐那个水桐，三角莲嘛，木瓜，皇宫菜，2天半至4天半的前戏就是还没有开法会就来了。火龙果。所以这个法会的因缘，火龙果。殊胜。所以王陵技巧说，这个火龙果。王陵来的话，三角莲就三角莲。哭天喊地的哀伤啊。这个桂花好香啊！桂花好香啊！桂花好香啊！在西元1986年，油炖草。3天法会。油炖草开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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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油炖草春天开花。万年青。千里访名师，万里求口诀，就是要拜天命名师。七里香。也就是佛才有资格担任这个桂花啊，桂花，在我们道场上称为桂花。释迦。一般宗教界的祖师是仙桃。琵琶，这个琵琶，这是琵琶。这是什么？番石榴。番石榴吗？这个是茄冬啊，这是不是茄冬啊？求道就是得到，那得到你的灵魂是血桐啊，他以为是那个葡萄，不是血桐啊。这个正本神官窍出去，因为你这个通天窍已经打开了，神官窍又叫通天窍了。是血桐吗？我们讲生死劫路就是回天的一条路，生从这边进来，死的时候。这到底是什么植物啊？从神官窍这个正本出去，你的灵性就超脱的。是葡萄吗？这是葡萄吗？这里还以为是葡萄，或者是桑树都不是。血桐啊，手机程式 APP 用行色 APP 拍照辨识。万年青。这个琵琶。这是仙桃。没有办法超脱生死。你信仰宗教信得再好，修得再好，总在欺术人为里面。这是上天的召唤。你这个神。这个叫皇宫菜。你就是没有办法超脱生死。皇宫菜。好，我们来看皇宫菜后还有开花结果。天理何在啊？他很伤心的哭着。皇宫菜。一般鬼魂来都哭了。曹操，挟天子以令诸侯。这龙葵啊，黑鸡菜、黑甜菜、蚵仔菜。另外还有什么杏菜呢？对，跟菜。死后在地狱受苦受难，到今天啊，已经。你看这个火龙果了好几年。从种子然后长，慢慢的长，你看，
哦，好难过，好难过。